曼聯官方隊內有22名嘅球員有望參加世界盃3人戰附加賽。利申道馬天尼斯代表阿根廷，佢係之前卡塔爾世界盃阿根廷冠軍成員啊。巴西方面，卡斯米路同埋古恩夏；巴拉圭方面，達高里昂、烏拉圭、烏加迪，亦都係列為南美足聯預選賽區嘅前6啊，將會參加明年夏天嘅世界盃賽事。摩洛哥方面有馬斯奧爾，喺4年前亦都進入咗半決賽嘅黑馬球隊。此前佢亦都係輕鬆能夠以8戰全勝嘅姿態戰績晉級㗎。科特迪亞亦都係自2014年首次參賽，而艾馬特迪亞路亦都幫助科特迪亞喺上個月以不敗嘅戰績結束征程。詹士奧華利呢一位本月啱啱滿18歲嘅青訓右後衛，可能會成為翻明年夏天決賽圈最後生嘅球員之一。佢將會代表澳大利亞。而英格蘭本土方面，拉舒福特都入選咗杜曹嘅最新一期嘅名單，而馬古尼、美路、美神蒙特、魯基蘇爾等等，亦都曾經喺往屆大賽當中亦係表現出色嘅球員，亦都希望後期發力躋身名單。而班奴法蘭迪斯亦都係代表葡萄牙。荷蘭隊方面，迪列治亦都係鎖定席位啊。馬拿斯亞同埋舒克斯亦都組成咗荷蘭球員嘅陣容，但係近期未被徵召。而拉文斯則會代表比利時踢世界盃啊。